来看垦丁的后壁湖庄有一阵呛水的民众呢，互一只渔船甲扫过去，而且这普罗佩拉去闪着2个人。其他的呛水客是来指控这只渔船呢，甲因扫过了后，佫直直驶走。海巡是表示讲，专案的移送屏东地检署来侦办。也那垦管处是表示讲，应该就是渔船对遮的海域无够熟悉，毋才会造成这个意外。救护车紧逼到垦丁后壁湖海域，因为呛水环等转接的人，互经过渔船破咧拍拍着，造成3人受伤，其中2人伤势较重，为南门旅游恒春病院，佮转去高雄救治。无，你拍到人，你搁我是平安救助，我毋是肇事逃逸咧。啊，你就对，你搁救助。其他呛水人指控钓水渔船疑似逃走，回港了后，不甲呛水船工作人员冤家。海巡署第8巡防指挥部表示，17暗时2边拢已经做完笔录，已请屏东地检署侦办。目前2航船长已完成报案及访谈记录，事故由第14海巡队持续调查中。是在规定范围内，有经过垦管处允许的一个前缺点这样。垦丁过去也发生过呛水人进入渔船航队状况，当地呛水业者表示，后壁湖海域常常看呛水人甲渔船，因为航道认知无共，真危险。呼吁相关单位赶紧制定并开水域分区规范。不过，垦管处表示，17节以外呛水民众甲呛水船拢伫垦管处已经公告定位的呛水点。发生这个事情的地点是我们合法的潜点，并不是在航道里面，在那边要绑浮球、浮力带。这一次的潜水人员都有按照这个规定一般本地的渔船他会注意，到那个地点很热门他会注意，但是这一艘是外来的。垦管处表示，公告的呛水点，因互渔船无害通过，毋过爱注意安全。后续也对呛水业者、渔船加强宣导，呛水或者是过鱼拢爱注意遵后前甲水面的状况。记者综合报道。